来关心另外一种政治新闻。今年台北上海双城的论坛，估计打算伫7月份、8月份要举行。中国方面嘛派出层级真悬的先遣团来台湾看路线。伊毋过台北市长蒋万安今日安排甲对方伫早起9点见面。上海方面确实呢无要无紧，足足迟到15分钟。 大家看到胡歌拢扫到点八卦，其实边仔这一回穿粉红色西装的是上海代办主任张晓彬，为着双城论坛大选带团来到台湾，所以入境才到上演，都真多好拄到胡歌。像胡歌跟访团一起出现，有没有被吃豆腐的感觉？是正版考核，或者是中国挑工安排，借由胡歌的个人气来降低访问团的敏感性。民间交流就是民间交流，那这个。 上海与台北之间的城市交流，那就是城市跟城市之间啊，所以在我们身影当中，确实是没有胡歌的部分。公还公，私还私。市长蒋万安本正和对方约下昼9点进行会谈，结果等9点15分空6票，才看到上海团。 主任这次来是不是希望两岸还是可以春暖花开？主任怎么迟到了呢？道上是去勒索，不过伫总统大川岛就职单车成两国论，中方先遣团访问台湾的战绩煞比英国悬，嘛互包含蒋万安主席的上海市长经常的来访，透露出生机。大家辛苦啊！大家。主任刚才有没有跟蒋市长自拍？这次亲自来，是希望两岸善意。主任有主动提到，就是蒋市长去年跟龚正市长两个之间的自拍嘛，其实也在这个不管是上海还是台北的民众心里留下蛮深刻的印象。双城论坛有机会会到英国许良斌时期的战绩，北市府嘛讲参访会以环保、文化、建设为主。任何行程的安排都应该要以台北市民的利益为最优先，秉持着对等尊严，不应该让对方吃豆腐。市长也提到，双城论坛啊是行之有年的机制，延续着我们去年已经建立的基调，双城好，两岸好。 经过时刻爱谨慎的日子，大海拢希望真正会当春暖花开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